根据卫福部2022年国人10大死因的统计，糖尿病排名第6，死亡的人数比前一档还阁增加7.3%。为了帮助糖尿病病人了解家己的身体状况，特别是无同的食物对着血糖的影响，现在有袂少的连续血糖的监控仪器，透过监测器搭伫的皮肤，就会用每隔几分钟监测家己的血糖。只要是糖尿病患，应该都是适合的，因为他可以知道自己饮食的状况，搭配他血糖的控制，可以自己掌握。那如果真的要说的话，就是比方说血糖自己在量的时候忽高忽低的那一种，你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高，什么时候会低。那如果装了这个连续血糖监测的话，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，有可能什么时候要高起来了，那什么原因让它高起来，那我们怎么样处理？相对的低血糖也是这样子的状况。那第三个就是很多病人也会问说，平常我在家里自己量血糖，其实都还不错。但是为什么到医院量这个糖化血色素就会很高？那就有可能是他没有量到高的地方啦。所以你要量到高的地方，就是要多量几次嘛。但是也刚讲过，也不太适合哦。所以就是装了连续血糖监测，它大概5到15分钟就会有一个血糖的数值，所以你可以在1天之内就很清楚你整个血糖的变化，你就知道是真的高，而不是说验起来有问题这样子。甲过去传统的早诊验血糖，因为较无法度掌握连续的数据，而且还阁要忍受检测的困扰。现在有了连续血糖的监测器，嘛会用咧随时掌握食物对着血糖的影响，唔免惊中秋的月饼文旦食伤济，血糖控制了无好。中秋节到了，那有很多的美食，糕饼、月饼文旦，那么都是很棒的美食。糖友们要享受美食，心中一定很担心，吃了血糖超标怎么办？会不会中秋节过后，这个糖化血色素又上升到无法控制的阶段？所以赶快装一个连续监测的血糖仪，那你就知道你吃东西以后血糖的变化，你就知道说月饼你可以吃半个吃1/4个，那之后运动会降低多少的血糖？那中秋节你就可以享受这些美食，那同时能够监控你的血糖。奇美病院内分泌新陈代谢科的医师洪浩章表示，有了连续的血糖监测，不但会用提供更加侪血糖的资讯，帮助判断血糖是毋是稳定，必须要调整用药或者是饮食，并且及时监控低血糖加高血糖的现象，避免严重的并发症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